各位兄弟，大家早早，大家平安啊！今日是上帝所定着的日子，咱今日要继续来读上帝话语啊！咱早起要来请庐山长老，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咱做伙来祈祷，听从的阿爸父上帝，阮将救恩荣耀拢要来归乎你，阮也要将阮所有的颂赞也拢全能拢要来归伫你，因为你是全能的爸，因为你是听阮的主。感谢主，你带领阮，互阮每一工，阮拢领受对主你来的恩甲你的福，互阮你供应阮每一工阮所需要的啉食清用，互阮哪伫通食、通穿、通用，各工伫有剩。阮感谢主你，主，阮也要感谢你，一早你就引领阮众兄弟姊妹的心。阮用读经、祈祷要来跟对你，阮要用读经、祈祷，诚做这个头芳的祭，要来献祭互你。求主上帝，你这个时阵，你就开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阮的心、阮的心眼，互阮的心，互主你的心来吸引，互阮照着牧师对阮的这个话语的投放，互阮这个话语拢诚做阮一工，也诚做阮道路顶面诚好的帮衬，诚好的光，诚好的盐。但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来仰望你，今日安尼甲读经今日安尼祈祷，拢是用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而且咱今日要读的经节是提摩太后书第3章的第10节到第17节，要来请贵兰姐来带咱大家来读今日的圣经节。咱做伙来读最后的指示，你有学我所教示的，我的族人生活的目标：信心、宽容、疼心、坚忍，以及所受的迫害甲苦难。这个你拢知，就是我伫安提阿、以哥念、罗斯德所拄着的迫害。我安怎在忍受？毋过主救我脱离这个。所有爱要甲基督耶稣结连过敬虔生活的人，一定会拄着迫害。不过歹人甲欺骗人的会愈来愈歹，因甲人骗，家己嘛互人骗，总是遇着持守所学习、所亲信的道理。因为你知，这个是对什么人学习的，你嘛知，你对细汉就明白圣经。这个圣经会当互你有智慧，通过信基督耶稣得到拯救。全部圣经是上帝的神感动写的，对教导、对道责、对纠正、对训练人行正路，拢有利益，互服侍上帝的人装备好势，通做逐项好事。以上。好，感谢。咱若是有这本这个每日新眼光伫后壁面的所在，会当来看到这个2024年新眼光的这个读经表。对这个读经表，咱知影，咱过读这个提摩太前书、后书，过来就是要来读这个希伯来书。所以咱的希伯来书的共读，因为进入到有暑假中间，所以咱只有来举行这个早时的这个台语的共读。然后咱的时间会搁较提早，是6点半到7点左右。对6月18后礼拜2开始，一直到7月15，咱咧拢总有28天，所以欢迎咱兄弟姊妹会当来参与。若是听无台语的，咱嘛其实嘛会当来用台语来学习咯。而且伫遮嘛欢迎大家会当参与伫即个服侍的认领，包括头前的诗歌甲祈祷，然后甲读经的服侍，嘛请咱大家会当继续来支持。
咱的这个提摩太后书的讲读，今日已经来到是后书的第6讲啊，第6天。伫提摩太后书有2个互教会使命，就是爱传福音，然后就是爱教导真理。这是伫明仔会读到的，无论得时无得时，就爱将福音来传出去。亲像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爱去互万百姓做耶稣的学生，然后教导真理。第2章讲的，就爱做一个无见效的工人，照上帝的正道来解说啊。所以这嘛是伫大使命中间，耶稣讲的，既然耶稣所吩咐，就爱教导因来遵守、来遵探。提摩太后书的作者是保罗，时间是主要67年左右的秋天，特别保罗有讲到，望提摩太当赶紧伫冬天以前来到遐，早伊的外衫，甲早伊的披卷，甲早伊的被册啦，甲早伊的册，所以这是保罗伫伊人生的路马站，物质上伊所需要的。第一点是伫罗马的监狱，总是这个使徒行传28章，保罗头一届去迄个罗马的监狱真无共款，有5个无共款。头一个无共款就是第一摆会来到罗马，是伊有权，伊是罗马人，会当向凯撒，就是皇帝来上告，会当告到皇帝遐去等待审判。第二摆是伊去指控教唆信徒不管什么罪名，拒绝向凯撒崇拜，也是其他的，这2届是差别真大。然后头一届保罗是伫伊家己做的厝，会当伫遐来传上帝国的道理，无人甲伊禁止。但是第2摆受到严密的监视所以挂手链，甚至受捆绑。第3个无共就是头一届保罗真容易来接待人客。使徒行传28章讲，见来见伊的人，伊拢接待。但是第2摆呢，是俄尼瑟弗，一家人要来找保罗，但是真歹找伫罗马咧找到足温困的，最后才找到。第4个无共款，头一届保罗伊甲真侪同工，受真侪鼓励。阿里达国、马可、犹士多、以巴弗、路加、底马。这拢伫哥罗西书当看到伊的名，腓立比书看到，甚至这个罗马的军兵来监视这个保罗的，保罗嘛伫遐甲因做兄弟伫遐甲因传福音。但是第2届呢，是侪人拢去杀伊伫亚细亚的教会去杀伊，就是以弗所教会，阁有人攻击伊，最后第4章伊讲只有剩路加伫我遮，所以。路加这个路加呢，对保罗对头到尾，真可惜，伊无阁甲这个使徒行传的29章继续写落去，也是有写，但是毋知走去佗所以咱只会当看到使徒行传28章，但是咱会当看到保罗的其他的批信，特别是监狱书信后壁这3封的教牧书信，咱继续会当将保罗。在第5次布道旅行的这个蓝图会当甲画出来。第5个无共款，就是头一届保罗去罗马坐监的时阵，特别通过腓立比书第1章、第2章，看到为虾米保罗遮尔欢喜、遮尔喜乐，因为知影一个好消息，就是伊毋免去向向关、向判去，因知影伊直要出来，可能到皇帝这个程序呢，皇帝也无要见伊，也是安怎？但是伊知影伊直要出去，所以伊讲。伊知影伊可以让继续活落仍住在世间，然后要再到你们那去伊要去马其顿来腓立比教会，伊嘛知影伊的代志要安怎来了结结束，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但是第2届呢，就是伊讲伊别色的时要到有公义的免由为伊来保存所以这2届伫罗马的坐监有这5个真大的无相像。后书的第1章，保罗爱提摩太将上帝好的文书，亲像火点倒，为着福音当受苦难，爱靠信心来守条这个好的道理。虽然亚细亚的信徒拢去杀伊，但是俄尼瑟弗一家拢来敲找保罗帮助伊，互伊今生快活。第2章爱提摩太伫耶稣基督恩典刚强，爱交托互忠心会当教导别人的人。嘛爱做基督的精兵，亲像军人、运动员，甲做事人，
嘛要纪念耶稣的福音是互世人国外的福音，无受捆绑的福音，是永远永根的福音。可劝提摩太毋通伫无意义的言辞，只有伫遐咧争辩，也腐化败坏听的人，就要得享少年人的私欲。伫上帝的大金厝，就是教会有逐种的人，总是上帝要使用的是迄个清气，脱离邪恶的器具，嘛爱甲追求用清洁的心基督的人来追求对公义来开始，对和平来结束。上帝的仆人毋通争辩，爱用祈祷，爱用温柔，互遐个受迷的人会当倒转来，将咱分享伫末日的苦难。保罗讲，罪人的心有19种，18种到19种，才会险恶。总是因用假的宗教，外口看起来好看敬虔，却无敬虔的实质。然后因会走去人的厝，迷惑人厝内底的人，因会反对真理，总是袂堪得考验。因最后会露出马脚，原形毕露。所以咱的金句3章50。有敬虔的外貌，却无敬虔的实质，你着相比这款人。今日咱看到第10章第10节到第17节，原来是保罗劝勉提摩太，着爱坚守信用，忍受迫害，爱清楚信用，最后会当互人得到救的智慧。安怎知影这个智慧就是通过圣经啦？伫第3章的10节。讲到11节讲，伊过去伫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拄到的迫害，这就是《使徒行传》13章到14章。保罗头一届报道旅行，伫迄3个所在拢是伫小亚细亚的所在所拄到这困局，嘛是提摩太伊的故乡所以迄当时保罗甚至叫人用石头钉到半死伫涂骹拢袂叮当，人拢当作保罗死总是人散以后，保罗佫徛起来。继续行，继续传福音。所以这原来这个情景，保罗伫提摩太后书以后咧少年迄届，甲提摩太做伙的经验。然后伊甲提摩太讲，爱知影你的圣经，是甲什么人学的？是什么人？就是伊的外妈、伊的老母，甲保罗等等这人，这人拢是忠心的人，嘛爱知影明白圣经伫圣经中间，旧约无讲圣经，新约有讲圣经。但是这个圣经呢，这个书，当然不同的圣经版本有不同出现的次数譬如讲伫和合本出现次数是22次但是若到现代中译本现代台语、现代台语伫新约内面用圣经这个字来翻译的有120多次差100几遍所以这个圣经有的是指经上说都是指圣经，但是在咱伫圣经内面看到圣经这个字呢，拢是指古约圣经因为在圣经的只有在新约看到新约那时候还没有圣经所以拢是讲到古约圣经然后讲你自细汉就是明白圣经因为叫犹太人提摩太有半个犹太人的血统因老爸是希腊人总是犹太人会用古约做因捌字教因教导的课本。犹太囡仔5岁就以前就开始来背圣经特别是摩西的5经创出立民生这拢爱背3章15节强调保罗这个圣经是透过对耶稣基督的信，才通得救的智慧得到救的智慧所以保罗劝勉提摩太伊为什么得到救？不是伊的出世，不是伊的老母，不是伊的外妈。是因为伊去认捌主耶稣基督这就是通过圣经所以这嘛一个问题，安怎伫旧约中间看到耶稣基督的信用呢？其实是看会出来的，就要通过信心的锻炼，互你因为想有得到这个智慧，就是因为信耶稣来得救圣经是上帝所默示这个和本翻成末世伫现代台语翻做受上现代中文翻做受上帝灵感而写，现代台语翻成是上帝的神感动写的。这个字呢，原本是分风吹分开吹起安尼分一口气就是创世纪第2章上帝创造亚当的时阵伫鼻孔分一口气也代表是上帝启示
好，所以阿东去口开就变做有灵的活人，上帝神就踮伫伊内底。这个神是指伊的生命会当传开，是指伊会当甲上帝连密，好，就是信神的工作。好，所以受上帝的灵感呐。好，所以这个圣经是上帝一口开，好，是上帝神感动的。好，强调圣经是对人有利益，拢是上帝口会开伫人的心上，好，所得到、所领受写出来。伫读经、好教导，这个读经就是指责谬误，互人完全，好，学习圣经来当完全。这个完全意思是讲足以胜任。好，现代中文翻成得到充分的准备，台语翻做装备好势哦。所以这个圣经是要甲咱做装备的，互咱装备安怎行逐款的好事哦。圣经吼，伊的价值吼，拄则所读的吼，会当这是伫提摩太后书吼，是解说上解完整的。头一个就是当教训哦，教导，互人明白圣经中间的内容。第二个就是督责，互人知影吼，啥物是违背圣经的罪吼，甲无遮的行为。第三是互人归正哦，这个归正就是互人行好，吼，行正路，吼，提醒人偏差的所在，纠正毋对的所在。好，第四是互人学义哦，这个义就是教育训练人过合神心意的生活。所以因信称义，迄个义嘛是指甲上帝有好的关系，好，有美好的关系，正确的关系。所以迄个义强调的毋是行为，强调的是关系啊，甲上帝关系。第五完全，圣经互服侍上帝人会当充分来准备啊。就是准备好势，所以毋是无准备，是有在准备，而且准备好势。第六，互人行好，这个行好毋是伫平常的环境，是指伫艰难的环境中间，有缘会当来行好啊。最后圣经的价值就是一开始所讲的，互人伫耶稣基督的内面，通有这个得到救的智慧啊，嘛是受信心的引带帮助。所以教训督责规正，伊完全行好甲拯救啊，好，拢是圣经带互人的这个价值。好，所以若无圣经，好，咱实在无法度去得到救。好，总是真侪伫圣经还袂遮尔普遍，还袂遮尔完全的时阵，好，完全是通过福音。好，所以圣经不是指这个纸本啊，这本册。圣经所指的就是上帝的道甲上帝的话啊。所以上帝话当用各样的方式，用听用看的，用想的，还是用这个祈祷的，就是会当来领受上帝的话。但是圣经是完整的将上帝的话记载写落来，流传落来。圣经佫称做正典啦，正典。伊的英语是对这个希伯来文的一个字叫做 canon。所以即马有这个相机这个 canon， 伊的意思呢，原本意思是指这个芦苇溪水边的这个芦苇，这个芦苇呢，伊的迄个管，那个杆，芦苇杆，这是几长长的，真直。这是古早人摕来做寸尺牛的这个工具啊。所以这个正典的意思就是讲，伊是一支尺。寸尺，引申就是一个标准，所以圣经就是上帝的标准，伊的 standard。上早的圣经就是摩西五经，佫称做律法书。到以斯列的时阵，会当看到有这历史书、先知书，拢统称神的书。旧约圣经有39本，拢是伫主前400年汇集而成，伊毋是一下造弹出来，伊是经过久长的时间。所以耶稣也好，使徒也好，因所引用的圣经拢是旧约。其中伫这个新约犹大书，伊个引用一本圣经以外的册伪经，就是以诺书啊。讲到伫创世纪以诺迄个时代，上帝安怎样审判这不义的人啊？圣经伫犹太人统称也是讲圣经一分法，就是指律法书。二分法就是律法书，加这先知书。三分法就是律法书、历史书、先知书。四分法就是律法书、历史书、智慧书、先知书。
五分法，好，是律法书、历史书、智慧书、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啊，好，所以旧约圣经好，会当分做一类，也是分做5类，好，但是呢，好，伊所代表的好就是伫这39卷，新约中间，好，耶稣变做是上界悬的权威，但是耶稣讲，就算伊有这个权威，伊来，那不是要来废掉这个律法，不是要来废掉这个正典啊，好，然后。第四福音四道行传，好四本的福音传记载耶稣的生平，四道行传记载教会历史，21卷的批信是记载上帝教义，启示录是预言人的结束，甲上帝国的临到，好，所以在上帝国的情形啊，好，所以初代教会将四本的福音传甲四道行传，拢伫教会中间好来传。一直到第四个世纪，才公认新约27本啊，所以3927。旧约的正典呢，旧约正典，伊是一个古远漫长的历史，没有确切的资料，因为实在是连耶稣迄个时代资料拢真恶找啊，甚至要找到耶稣比耶稣早1400年摩西，还是比耶稣早2000年的阿伯拉罕。更较歹找啊，所以让咱讲，这个圣经上早对主前1000年，还是更较早，一直到主前400-500年左右，才会找安尼集结。所以一个旧约圣经，是超过1000年的时间，然后安尼一点一滴的累积，但是拢是上帝神来默示感动的。这会找呢，经过集结，到主前3-4世纪，嘛是主前200-300年左右。叫一个类似今天的旧约正典啊，这样存在，好，这就是旧约圣经传递的开始啊。这是这个圣经公会好的这个特聘的这个学者彭国牧师伊做一个真简单的解说，好，然后呢，旧约正典的形成，好，会当对主前的1500年前，就是中国的商朝，好到这个。西汉就是耶稣出世迄个时阵，才会等了遮久长的时间来形成。上早是不是？咱读的圣经的头前5本就是律法书啊，Torah 就是创出利民生。过来苏士德萨萨王王代代拉尼斯就是历史书，然后这博士真传歌就是诗歌书啊。但是你看伊的时间比律法书更较早，因为这本约伯记约伯伊的成书的年代。有可能是伫阿伯拉罕迄个时阵，博士真传歌，到最后的这个传道书，过来赛耶埃结但大先知书，往往这个过来12本的小先知书，一直到以斯拉的这个文士的时代受掠倒转来以后，才开始来编辑这个正典，做这个经历，大概主前200-300年，正典才形成，才有这个30。看会到这39书卷其实还有其他的些书卷，做次经甲未经，但是伫主前200年到250年左右主前3世纪，伫这个北非亚历山大，迄当时的希腊皇帝伊要求有72个这旧约的拉比犹太人的拉比，底下来将。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翻做希腊语，所以才有这个74译本，就是当看到真完整的，这个旧约的这39卷的这书卷新约的形成呢，会当讲将保罗的批信，当做一个权威甚至伫逐教会在读保罗的批迄阵佫无印刷术，所以这个批案摕到了后，继续抄，抄佫摕去分，所以因拢用手工的，手抄的，所以咱来当试看觅来抄圣经，你就知影，这毋是遐尔简单的代志。但是无遮抄圣经的人呢，遮个圣经是无都传出去，所以咱若捌抄过圣经伫嘉南教会40周年的时阵，迄阵大家嘛有抄，但是咱拢抄两大章4大章2大章。所以嘛无真多，但是咱会当来抄写规本的一卷一卷的来抄，体验看觅好，这个伫主后的130年，其实
四福音甲保罗书信就拢互大部分的教会来接纳。主要140年，一个教父叫做马吉安，伊嘛大概列出了27卷，但是这个马吉安有这个灵恩的嫌疑，所以人对伊所编辑的不是就接受，所以经过200几年主后367年，大概是亚他那修主教的时候，才有27书卷的名字出来，伊的顺序是福音书、保罗书信、大公书信，大公就是指教会书信、使徒行传、启示录然后27卷的正式接纳是伫主后419年的迦太基第4次的会议中间进行来接纳。所以对西汉经过新朝、东汉、三国，然后魏晋南北朝，伫三国演义迄个时代声誉嘛渐渐来出现，包括上届早出来是保罗的批信，四福音上早是马可福音，但是马可福音、保罗书信最早的要么就是帖撒罗尼迦，不然就是加拉太书迄阵拢比迄个马可福音出来时间更较早。然后叫使徒行传、新约其他的书信，但是教会历史已经来到主后的第2世纪到第3世纪，这中间的基督教从尼禄皇帝迄当时开始，保罗即马写提摩太后书的时间，一直到313年米兰诏谕令这就是君士坦丁皇帝伊去做王，然后伊改信基督教，并且下了米兰诏谕令。下令整个罗马帝国要以基督教成为国教，所以这跟迄个买迄个股票呢，由黑翻红，整个基督教就过街老鼠，熊熊变作是整个国家唯一的宗教，所以迄个天差地远。然后搁伫这个第3世纪有看到发现这个西乃山的古抄本是新约圣经完整的抄，这抄本不是完整。另外迦太基会议跟第3次跟第4次确认新约27书卷所以太可路约图罗林林然后加佛非西加27卷书今日这段的圣经这7章保罗说提摩太已经跟随了我，并且仿效了我，分担了我讲到提摩太呢，保罗都为最看重为背书就讲他确信提摩太是真的有在做。保罗人家伊嘛无监视器底下，但是伊通过提摩太所教导，伊甲伊即马所行的、所做出来的效果，伊知影提摩太是经得起考验，所以伊有军队，嘛有学习，嘛有分担所受的苦难。毋是只有提摩太，所有立志要对呀，所有过敬虔生活的人，拢会安尼安怎样呢？拢会安尼受迫害遭受迫害。所以当咱受到迫害的时阵，咱毋通伫遐忧愁啦、烦恼颠倒爱欢喜，咱是行正确的路，咱是有军队提摩太、军队保罗。但是呢，行邪恶的人、欺骗的人呢，因呢日子一天比一天较歹、较歹这个迫害的迄个日子、坏日子，意思无共款。伊迄个歹呢是歹到永远因为因欺骗别人，家己嘛受欺骗。第二，保罗爱提摩太会记得伊所接受甲确信的真理，知影像是伊教导伊的导师，嘛爱明白这个规本的圣经圣经不是只有读一章一节不是只有背金句，是要明白明白就是对头到尾对第一对开始到落尾拢爱通明白会当带互人有智慧来教导真理指出错误毒疾救尽过失指示人行正路拢有利益这就是圣经的价值，互人会当侍奉上帝，互人会当得到装备，互人会当来行好，特别是伫这个受迫害苦难的时阵原来会当来行好。这圣经就是上帝心所感动的，而且互人会当因为信基督耶稣来得到救的智慧这就是保罗伫伊人生的路尾伊将这个圣经真正是看透透也行透透，伊嘛已经有真大的体验所以最后一卷书信的最后的倒数第2章他把整个圣经最节经完整简短的诠释这是上界完整的一个解说
所以今日这两段，这两段呢，看到要继续效法保罗，要继续持守真理。好，所以看到效法保罗的谨守，效法保罗的受苦，效法保罗如何的得救，是借着圣经才有的智慧。怎样持守真理？因为圣经让人得到救，圣经是对上帝来，圣经让人得到理验，圣经让人得到完全啦。所以今日的经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全部圣经是上帝神感动写的，对教导、对督责、对纠正、对训练人行正路，拢有利益。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 and is useful for teaching, rebuking, correcting, and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愿上帝帮助咱，互咱手头的圣经会当真正成做咱得救的智慧。咱做伙来祈祷。先来主上帝，愿感谢你，互阮每一个人拢有一本以上的圣经。这个圣经除了圣经公会还有侪这的宣教师、芒雅各、巴克勒因的努力还有经过古早的这威克里夫、这古早奥古斯丁等等这的初代教会的信徒，因用目屎因用伊的血、用因的肝，安尼来保留流传，互阮今日永远会当来看到上帝你所默示你所用你的神所感动写出来这个话，也互阮在读、在追求、在明白的过程中间，用有信心带领阮互阮会当明白进入这一切的真理。也愿上帝互阮做有智慧的人。互阮对圣经来敲找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也互阮咧读圣经的时阵，互阮听道理，嘛爱行道理，将圣经所教导的会当活出伫阮的生活中间，互阮会当对阮个人来开始当阮用圣经教示别人的时阵，也求上帝，互阮会当先来要求家己，甚至当阮失错的时阵，也求上帝用你的话来提醒阮。信心讲话出的吐气来敬戒管，互阮无限伫罪，互阮无限伫这个罗网的中间。也愿上帝搁一摆也施恩赐福，互阮今日所读的圣经上帝的话语，会当成做阮一日的快乐，也成做阮的人命的营养分，互阮会当赢过所有病痛艰苦，互阮不管拄着什么款的困毒迫害，有上帝的话成做阮的力量，成做阮的快乐。互阮靠上帝话来得胜，安尼祈祷恳求，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多谢大家，多谢今日平安。平安。平安，感谢牧师。多谢。平安，感谢牧师。拜拜，拜拜。